大家好，我係心心，歡迎翻到嚟嘅 channel， 好開心又可以喺呢度同大家見面。過去1個月，中日關係急劇惡化，情況仲可能係近幾十年嚟最差添。有唔少評論仲話，中日隨時都會開戰，令到大家都有啲驚。而呢件事嘅起因係日本首位女首相高市早苗11月7號喺日本國會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發表關於台灣嘅錯誤言論。高市聲稱台灣有事可能會構成日本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嘅存亡危機事態，意思就係台灣有事即係日本有事。大家都知道我而家喺日本讀緊書，之前同大家講過，我係通過 Campus Asia Program 嚟到東大讀公共政策課程，所以我喺日本呢一年，除咗上堂之外，仲要參加呢個項目嘅活動。咁喺上個月中，我哋一班亞洲學人項目嘅同學就被安排去拜訪日本嘅外務省。喺日本，省呢個字唔係指地理上嘅省份，佢係指政府嘅行政機構，而日本嘅外務省就差唔多等同於中國外交部。能夠做中國人，特別係呢一代嘅中國人，真係好驕傲㗎。點解突然之間會咁講呢？因為當你喺日本讀書讀得越耐，當你越了解日本嘅文化之後，你就會發現其實日本有好多嘢都係跟我哋中國學嘅。日本從文字、漢字、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建築藝術到生活習俗等多個方面都受到中國嘅影響。例如省呢個字就係來源於中國。喺隋唐時候，當時嘅中國政府實行3省6部制，皇帝通過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以及下面嘅6部具體執行政務。而省呢個字當時就係指一個行政機構，即係而家嘅政府部門。日本喺古時候積極學習中國嘅行政架構模式，而省呢個字就係咁樣被帶埋去日本，並一直被沿用到今日。所以當你去日本見到省呢個字嘅時候，千祈唔好搞錯啊！佢係指唔同嘅政府部門。除咗外務省，日本仲有好多其他省，例如文部科學省、法務省、厚生勞動省、農林水產省等等。佢哋其實都係一啲政府機構嚟嘅。我哋係喺11月17號拜訪日本外務省嘅。當日距離高市發表錯誤言論嘅時間係過咗10日。我哋大約有20幾個同學仔參加呢次嘅活動，當中主要係嚟自中國、韓國同埋新加坡嘅學生。到咗外務省之後，嗰度嘅職員首先帶我哋參觀佢哋見記者舉行日常記者會嘅房間。我講房間，因為嗰個地方咧真係唔算好大，只係似一個比較大嘅房間，而且樓底仲好矮添。入面除咗有一塊比較大嘅藍色背板，上面寫住外務省幾個字，同埋一個小小嘅講台之外，就只有幾十張摺凳喺度。由於我係嚟自中國，所以無可避免，心入面會即時將呢度同我哋中國外交部作出比較。我嘅感覺係呢度同中國外交部舉行每日例行記者會嘅藍廳相比，真係完全冇得比啊！兩個地方嘅大小同埋格局真係差距好大。但係請大家千祈唔好誤會，我完全唔係要喺呢度笑日本外務省嘅房間細，因為外務省係一個政府機構，日本又係一個富裕國家，想要搞一個好大好華麗嘅地方接待記者，一定係一件輕而易舉嘅事。想要幾大就可以幾大啦。我相信日本外務省都係根據需要去制定舉行日常記者會房間嘅大小，因為如果地方過大又冇咁多記者出席，咪會變得好尷尬、好醜樣咯。不過我知道我將兩個國家嘅外交部攞嚟做比較係有啲唔公平嘅，畢竟我哋中國係一個超級大國，而家同美國已經係平起平坐。我哋中國發生嘅每一件事，政府嘅想法同做法，無論係對內定係對外，都受到全球高度關注。所以中國確實係需要一個好大嘅地方嚟舉行每日嘅記者會。如果唔係，我哋會接待唔晒嚟自世界各地嘅傳媒朋友，好多駐華記者都會入唔到場。而家等我再講返當日探訪日本外務省嘅情況先。參觀完記者會房間之後，我哋就被帶到去另一層另一個房間。我見到嗰一層有標識牌，係寫住亞洲大洋洲局呢幾個字。呢度有4個外務省官員接見我哋，佢哋自我介紹，其中有3個係喺我哋東大公共政策學院畢業，當中2個仲參加過亞洲學人項目，係雙學位畢業生。
佢哋話當日原本係仲有個官員金井成係準備咗嚟見我哋，但係因為臨時被派咗去中國，所以佢最後係冇嚟到。我哋係喺事後先至知道，原來呢個金井成係現任亞洲大洋洲局局長金井正章，佢就係喺嗰日11月17號被派咗去北京，同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劉敬松會面，進行協商，討論高市早苗嘅涉台發言，所以嗰日我哋就見唔到佢。我哋一班學生喺房間就被分成4組坐低，隨後4位外務省嘅官員就分開一個一個咁，逐一加入我哋每一組開始傾偈。呢個環節主要係俾我哋學生提問問題，佢哋負責去解答。我哋主要都係問下外務省嘅工作情況，佢哋就話因為啱啱換咗首相，令到好多政策都有改變，所以佢哋呢段時間比起正常多咗好多嘢做，忙到不得了。呢一日由於中日關係高度緊張，我哋幾個嚟自北大嘅中國學生心情係特別凝重。我哋好小心咁發問問題，故意冇提到之前高市嘅言論，但反而呢度嘅官員就係有意無意之間向我哋提起呢件事。佢哋話中國政府唔應該淨係關注高市早苗講過有關台灣嘅嘢，因為高市當日仲講咗好多其他嘢，唔止咁少。中國政府應該考慮埋其他啲內容先啱。其實我覺得呢度嘅官員係有意想向我哋呢班嚟自唔同國家嘅學生傳遞一個信息，就係中國政府喺呢件事上係橫蠻無理同埋恃勢凌人，而佢哋日本係冇錯嘅。我哋幾個嚟自中國嘅學生當然係唔同意佢哋嘅講法，但即使心入面有10萬個不滿都好，由於對方係日本官員，而我哋只係留學生，喺中日關係高度緊張嘅環境底下，我哋就只能夠選擇謹慎同埋低調，所以就冇反駁到佢哋。但係唔知點解呢？喺嗰刻我心入面突然有一種關羽降曹操，身在曹營心在漢嘅感覺。整個環節4個官員依次序同我哋每組都傾一輪偈。我哋呢一日嘅探訪活動喺呢個時候正式畫上咗個句號，於是大家就離開位於東京站附近霞關嘅外務省。喺呢度，我必須要多謝日本外務省為我哋安排呢一日嘅探訪活動，仲要多謝呢度嘅官員為我哋付出寶貴時間作出講解，我哋確實係獲益良多。到咗今日，高市嘅錯誤言論已經發酵咗1個月。雖然中國政府喺呢段時間密集發聲，多次提出嚴重抗議，但係高市一於好少理，堅決唔肯收返佢嘅說話。由於台灣問題係中國核心利益中嘅核心，所以高市呢番話就等於直接觸碰到中國嘅紅線同埋底線。為咗要保護國家嘅利益，中國政府就使出咗一系列嘅反制措施，無論係速度定係力度，都係非常罕見嘅。中日兩國嘅氣氛喺過去1個月真係好緊張，我每日都收到嚟自親戚、朋友同埋觀眾，即係你哋嘅信息同留言，叫我唔好再嚟日本讀書，話日本而家好危險，叫我應該即刻翻返去中國。另外，有啲之前一直計劃要去日本留學嘅內地觀眾朋友，仲私信俾我，問我而家仲可唔可以去日本讀書。喺呢度，首先要多謝大家對我嘅關心，我想同大家報個平安先。呢段時間我一個人喺日本都仲係幾安全嘅，大家唔使擔心。雖然好多喺日本嘅中國留學生都感受到而家中日之間嘅緊張氣氛，確實有啲驚，但係我暫時睇唔到日本本地人對中國人喺態度上有乜嘢好大嘅轉變，我亦冇見到有啲乜嘢刻意針對中國人嘅事件出現。我自己認識好多日本人，成日同佢哋傾偈交流，我同意大部分嘅日本年輕人對於日本侵華嘅歷史係唔清楚，呢樣嘢係唔需要懷疑嘅。但係有一樣嘢我知道佢哋係好清楚嘅，就係中國而家嘅國力同埋軍力比起佢哋國家係強大好多。喺現今資訊透明嘅世界入面，佢哋真係唔係 Lulu 嚟㗎。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最近就多次出嚟講嘢，直接講明呢一點。佢話日本喺經濟上係完全離唔開中國嘅。講到中日之間會唔會有一戰，佢更加直接咁話，呢樣唔係日本打得過打唔過嘅問題，而係能唔能夠活落去嘅問題。我接觸到嘅日本人大部分都係理性、唔激進同埋唔想打仗嘅。講到如果真係要打仗嘅時候，佢哋都好驚噶，因為大家都知道同中國打仗就係以卵擊石，正如石破茂所講，只係死路一條。我認為如果因為打仗要徵兵嘅話，日本應該冇乜年輕人願意參加。
我相信日本現屆政府亦唔會堅持得幾耐，高市最終都要收返佢嘅錯誤言論。到咗今日，已經冇咩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夠膽長時間公然同中國敵對，因為冇一個國家可以承受到敵對所引致嘅後果。咁試問啦，日本又點可能長時間承受踐踏中國紅線嘅經濟代價呢？繼續挑戰中國，無疑等於係飛蛾撲火，自尋死路。我認為頂多1年內，高市都要低頭。如果你問我中日會唔會打仗，我個人嘅睇法係唔會。原因係第一，雙方實力太懸殊，層次唔同，根本就冇得打。中日雙方除咗軍事力量有好大嘅差距之外，現今打仗最需要嘅2樣嘢，軍工業同埋稀土，中國都擁有壓倒性嘅優勢，所以我唔相信日本會愚蠢到自己送死，發起戰爭。第二，中國唔係一個好戰嘅國家，只要日本唔開第一槍，非逼不得已，中國係唔會出兵打日本嘅。所以我認為大家唔需要過分擔憂，中日會喺短時間之內輕易爆發一場戰爭。我個人唔希望有戰爭，因為打仗係一件好可怕嘅事。會令到生靈塗炭，仲會死好多人。大家喺網上吹下、打下嘴炮、發洩一下係冇問題嘅，但係千祈唔好真係諗住要國家出兵去打仗，因為戰爭唔會有真正贏家，後果會好嚴重，代價仲會好大添。而家最想我哋陷入一場戰爭嘅必定係美國，原因係美國對我哋已經冇晒辦法，已經黔驢技窮。美國一定咧係想將我哋引入一場不可控嘅戰爭入面。因為除咗利用戰爭以外，美國已經冇法阻止我哋國家嘅發展，所以我哋一定要小心，唔好俾佢嘅陰謀得逞。如果你認真睇下我哋國家今日嘅發展，再望下外面嘅世界，你就會知道我哋喺多個重要領域都已經開始領跑全世界。我相信只要繼續穩定咁發展落去，唔使好耐，我哋中國必然係世界第一強國，我哋必然可以實現中華民族嘅偉大復興。至於報仇雪恨嘅問題，我哋都唔需要急在一時。只要中國能夠重回世界第一位置，成為王者，呢個就唔係一個問題。因為到咗嗰陣時，想向邊個用咩方法去報復，都係我哋自己說了算，冇人可以再阻礙我哋。對於日本新政府嘅挑釁行為，大家唔使咁激氣嘅。喺軍事上，日本已經惡唔出咩樣啦，你就當佢係第2個菲律賓就得啦。小馬可斯上台後，菲律賓成日撩交打。中國都冇點樣理佢，一直只係當佢係小丑啫。中國已經唔係100年前嘅中國，當今世上可以稱得上係中國對手嘅，其實就只係剩低一個美國。日本已經唔再係我哋嘅對手啦。我認為，除非日本真係夠膽向中國開第一槍，否則國家係唔需要同日本打仗。我哋中國點解要同你日本打啫？對於未來嘅形勢同埋發展，中國基本上已經勝券在握。我哋根本就唔需要同日本賭命，我相信國家仲有好多其他方法可以用嚟對付日本，令到佢屈服。最後，到底而家仲可唔可以去日本？去日本留學係咪好危險呢？我會咁樣答你：而家中國正喺度抵制緊日本。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絕對唔會同國家唱反調，鼓勵你去日本玩或者讀書。但如果你一定要問我而家當地日本嘅情況，我會話雖然中日兩國嘅氣氛而家係幾緊張，但市面上都仲算幾平靜，同之前冇乜太大分別。中國人喺呢度暫時都仲係好安全嘅。不過我都仍然要提醒大家，呢段時間去日本一定要好低調、好守規矩，同埋非常謹慎，唔好同日本當地人有任何衝突，否則可能會好蝕底都唔定。好啦，今日我就同大家傾到呢度，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你哋嘅睇法。好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